南投有一个高小的老师兼任学校野球队的教练，却涉嫌性侵学生超过10年，有6个人出面甲指控。目前，这个老师已经向羁押禁见，学校嘛已经甲停止聘用。曾经获教育部表扬，伫咧南投县某国小兼任棒球队教练的黄姓教师，涉嫌性侵小球员超过10年。南投地检署6号发动搜索拘提，顺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消灭证据，高传证人反复实施之余，向南投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黄姓被告涉嫌对儿童妨碍性自主案件，于2月6日对被告执行搜索并拘提到案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为被告犯嫌重大。有湮灭证据、勾串证人、反复实施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检方表示，目前当地咧清查被害人，已经有6个人指证黄嫌犯案。南投县教育处是强调，学校已经依照性平法成立调查小组，这名教师已经停聘。学校已经依据性平法启动了这个调查，组成了调查小组。那目前该名教师已经停聘。学者是认为，台湾校园性平教育敢若关注伫咧性对性，学生并唔知影若是拄到师对性、宽恕性侵、性骚扰等问题，爱如何应对甲自保。这个教育由校内的老师对校内的学生实施的时候，他通常主题是落在生对生，他们不敢对责自己说，如果我们这种有权势的老师靠近你，你要。郭立安也呼吁，性平新法通过了后，中央甲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应该积极落实保护吹哨者，更加明确规范师生片面独处，才会当卖互这款的代志一再发生。记者南投报道。